居士大德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这一章呢是今天师父早上写的。今天师父早上写的，我做完早课，我突然间想说，我们呐，生命呐很短暂哦，生命很短暂哦，知道吗？我们不好好加以珍惜，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所以我赶紧把我的感受写在这上面，告诉大家，我们互相来勉励。这一章告诉大家，人生在世，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人世间，在这个世间，匆匆数十寒暑啊，匆匆很快的，很快的啊，很迅速的。你看，数十的岁月啊，就40年的岁月，60年、50年啊，甚至可能80年，可能90年，我们人一定会离开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消失在人间，一定会消失。有一天你一定会死的。你有生一定会有死的，有生一定有灭，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匆匆的来这个人世间，这么短暂的岁月里面，等同过客一般。我们是来这边住的旅客，这是一个旅馆，我们来这边住了啊1个礼拜啊，住了1个月，走了，我们就离开了。这个不是我的地方，我是一个过客，要经过的一个客人。一样的，我们来这个世界就是如同这种情况，稍纵即逝，一下子出现，马上就消失了，出现马上就消失，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所拥有的生命。现在你这个生命得来不容易呀，你这个身体不容易呀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得来不容易呀。要出生做人呐，是多么困难！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你知道吗？人生难得，得到人的身体是很困难的，是非常困难的。要出生做人，不是你想，哎呀，我20年以后我又是一条好汉，你在天方夜谭。你死了以后，你有没有资格当人？一般都投胎在恶道里面，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啪一下子就感召就进去了。你看很多人呢，你看枭雄啦，或者是他叱咤风云呢，他有那个英雄好斗啊，很好斗。年轻人呢不懂事，结果你看做错了以后，最后他觉得，哎，我20年现在被你关了，被你枪毙了，等20年我还是一条好汉。这种做白日梦，你死了以后，你做了你在世间的恶的恶因，一定有恶报，因缘一成熟，时机上来的时候，你感召到很黑暗的地方，一旦堕落在地狱恶鬼，是几十万年，各位几百万年的时间在那边折磨受苦，你永远没办法超生。永远没办法跳出黑暗，那时候你再来后悔，再来遗憾，再来痛苦，再来这样捶心肝呐，来不及了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拥有现在这个生命，不要糟蹋。我们的身体来自于父母。受之父母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不孝不懂，你要利用这个身体做有意义的工作、有意义的事情。你要好好的拥有，珍惜你当下现前，你拥有这个生命，好好去发挥。勤加断恶修善，要认真的啊，好好的加，就是要好好的断恶修善，把所有的恶习惯、不好的习惯，贪心啦、计较啦、报复啦啊。不孝、不仁、不忠，这些不好的习惯，把它断除掉。修善，我们要好好的为众生多贡献啊！铺桥造路，为了济困救贫，各位好好的为众生来贡献，这样净化你的身心，你的身跟你的心，身能够净化，你的心灵魂也能够净化，慢慢提升干净了、光明了。那你这个净化你的身心，你的身心没有造业，没有造罪，不会感召恶报。这样子的话，不可以执迷不悟啊！千万你不要执迷执着啊！
不要迷失你自己。你如果不觉悟，你如果说你造了业了，你的灵魂就一定堕落。那你没有净化身心，你断送了你的慧命呢？你对自己父母不孝，对众生没办法交代，各位你自己呢丧失了出生当人的资格。你一旦堕落，很长久的时间受苦啊，遭罪啊，遭罪啊！各位人不要糊涂，不要迷失自己，不要迷雾，不要执迷，不要太执着。不要太坚持，一定要好好赶紧回头，不要糊里糊涂的、迷迷糊糊的，以为来世间我就是享受，我在世间里面啊，我就是随心所欲了。他不懂得怎么样不要去伤害到众生，这个是我们来这个世间重点工作。我们修行的目标就是如何能够断恶修善，这我们来的目的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拼命的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受苦？那么多人在受苦，为什么？你看你们眼前的就知道了嘛。我们在人世间，很多人在那个病床上面，要死死不掉，要活又活不起来。那么每天呢，你看要动手术，切这个割那个，这样你看所有的器官全部不见了，他就躺在那里奄奄一息，他每天拼命的哀嚎。像以前呢，我有一个同学啊，你看晚上啊。他知道吗？他这专门造了很多的罪业，结果有5个鬼啊，5个鬼刷这样，门怎么关他，怎么把他锁紧他，没有办法阻挡，他照样的进来，噔进来，就掐他的脖子，压他的心脏，拉他的腿。各位，你看他拼命的哀嚎啊，拼命的呼救啊，没办法的。后来，哎呀，我到医院去探望他嘛，因为是同学，所以我去探望他。他就告诉我说，昨天晚上太苦了啊！师父，你救我！我就赶紧了，听到这样，把一个佛牌送给他，挂在身上。结果没想到，隔一天这些鬼再来啊，看到他身上会放光，原来有佛牌，佛牌一挂，他自然就放光。结果这些呢，鬼呢，他不再干扰他了。不再干扰他，所以各位，你看念佛的重要就在这里。我们人不是来造业的，不是来这结恶缘的。如果一旦结恶缘，你种的恶的因，以后你就会恶报，一定会临身的发生在你身上的。所以我们千万要聪明啊，千万聪明，不要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就要讲，错一步错就步步都错了。你以后就会堕落了，就会受苦了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一点呢，师父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